来这件嘛是互父母真痛心。台中一个12岁国小的男学生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伫咧学校练跑步，走2连400公尺，回到教室前休克昏倒。虽然救有转来，但是变做植物人咯。家长真无法度谅解，讲学校明明知影这个囡仔有心脏病，搁爱伊参加着训练。专家讲，要避免这种的状况来发生，这做家长的一定要尽量把囡仔的身体状况讲互学校清楚了解，才会当避免因为体能训练来造成悲剧。这个12岁查甫囡仔走完2年的运动场了后，看会出来伊骹步无啥会在，面色惨白。等到教室了后，就倒落去，后来变成植物人。姐姐刷牙不可以生气气哦，知道吗？这囡仔洗嘴洗面，拢爱人斗3工。伊这个老爸唔敢搁生气，伊不满校方明知个囡仔有先天的心脏病，搁爱伊参加训练，无老师咧顾，急救冇问题。他们花了10分多钟才去打119，再来，他们打了119，居然通报是癫痫发作，但校护还是没有去用 AED。校长提出法院的不起诉书，证明急救的过程无问题。不起诉的处分书里面说明得很清楚，中间的时间其实只有1分多钟。通知家长，同时并由这个老师亲自打电话119。校方强调讲，我都理解家长的心情，所以会主动协助募款，减轻家长照顾的负担。专家讲，要避免这款情形发生，囡仔的健康状况一定要有学校知影。保健室的校护或者是导师都能够清楚地认知到这个疾病，需要的照顾跟医疗是什么。另外，学校若拄到紧急状况的标准作业流程，包括急救程序甲 AED 使用的时机，拢爱互所有的老师了解，避免讲学校的护理师一个人无缘袂去错失黄金的救援时间。